佛誕，一個充滿慈悲同智慧嘅日子。喺呢一日，我哋唔單止紀念佛陀嘅誕生，更希望透過實踐，將佢嘅教誨帶入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。慈悲唔限於語言同思想，亦都可以從我哋每一餐嘅飲食開始。茹素唔單止係為咗身體健康，更加係一種慈悲嘅選擇。佛陀教導我哋不殺生，讓我哋學會尊重生命，懷抱善念。從遠古至今，好多文化同宗教都提倡素食，因為佢係一種愛與和平嘅象徵。當我哋選擇咗素食，就係選擇一種與萬物和諧共處嘅方式。現代科學證實，素食唔單止營養豐富，仲可以降低膽固醇，減少心血管疾病嘅風險。蔬果含有豐富嘅膳食纖維，幫助消化，令到身體更輕盈、更有活力。長期素食者更容易維持理想體重，讓我哋嘅身心都更加健康。你知唔知啊？全球每年有超過700億隻動物被屠宰，而選擇素食就能幫助減少對動物嘅傷害。每一次嘅唔食肉，都係一次善念嘅累積。你又知唔知啊？生產1公斤牛肉需要消耗15000公升嘅水，而1公斤穀物只係需要1500公升。減少食肉唔單止可以降低碳排放，更加能夠節約大量水資源。選擇素食就係選擇保護我哋嘅地球，為下一代留下更美好嘅環境。今日讓我哋以素食表達慈悲，感受呢份清淨與美好。或者你唔習慣食全素，但係你願意由今日開始，每周至少1日茹素嗎？呢一個小小嘅改變，就能夠帶來巨大嘅影響，為自己、為動物、為地球帶來更好嘅未來。全民素食。